大家好，歡迎嚟到，今次主題係美國歷史。美利堅合眾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， 簡稱美國 America， 係位於北美洲嘅聯邦制共和國。佢由50個州、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同326個印第安人保留地組成。喺聯邦之外，佢主張對5個離岸自治領土及若干外島擁有主權。美國領土面積為937萬平方公里。截至2020年初，美國總人口約為3.3億人，係世界第3人口大國，亦係人口最多嘅發達國家，同埋美洲人口最多嘅國家。美國有住嚟自世界各地大量移民，係世界上民族同文化最多元嘅國家之一。美國國土嘅地形同氣候複雜，生物多樣性齊全。美國歷史非常複雜，其發展可以分為以下9個主要階段。大約4萬幾年前，一班嚟自亞洲嘅人走到北美，佢哋就係印第安人嘅祖先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嘅時候，美洲大約有2000萬印第安人，其中大約100萬住喺加拿大同美國中北部，其餘大多喺墨西哥同美國南部。後來又有一批亞洲人遷到北美北部，變成愛斯基摩人。而最早到美洲嘅白人可能係維京人，佢哋中意冒險，大約係1000年前到過北美東海岸。1492年，哥倫布到達美洲，標誌住歐洲人開始大規模進入北美大陸。隨後，西班牙、法國同英國等國家陸續嚟到呢度，其中特別係英國喺北美東海岸建立咗13個殖民地。1607年，英國建立咗詹姆斯鎮，呢個係北美第一個永久性嘅英國殖民地。1620年，一啲清教徒為咗追求宗教自由嚟到北美，建立咗普利茅斯殖民地。隨住時間過去，殖民地人口不斷增長，經濟逐步發展，形成咗農業、商業同手工業並存嘅社會結構。殖民地居民喺長期嘅自治實踐中，逐漸形成咗重視自由同民主嘅觀念。但喺18世紀中期，英國為咗彌補戰爭開支，加強咗對殖民地嘅控制，並不斷徵稅，引起咗殖民地人民嘅強烈不滿。呢啲矛盾不斷加深，最終為美國獨立戰爭嘅爆發埋下咗伏筆。1775年，北美殖民地同英國之間嘅矛盾最終爆發，獨立戰爭正式開始。一開始，殖民地喺軍事同物資方面都處於劣勢，但喺華盛頓嘅領導下，逐漸組織起大陸軍，並且得到法國等國家嘅支持。1776年，殖民地發表咗獨立宣言，明確提出人人生而平等，宣布脫離英國統治。呢份文件為美國嘅建國奠定咗思想基礎。經過多年戰爭，殖民地最終喺1783年取得勝利，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獨立。新生嘅美國面對點樣建立穩定政府嘅問題，為咗解決呢啲問題，1787年各州代表召開制憲會議，制定咗美國憲法，確立咗聯邦制、三權分立等原則。1789年，憲法正式生效，喬治·華盛頓當選為第一任總統，美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正式踏上發展嘅道路。1790年之後，美國進入咗國家不斷擴張同制度逐漸完善嘅階段。為咗獲得更多土地同發展空間，美國喺1803年通過路易斯安那購地，向法國買咗大片土地，國土面積大大增加。隨住領土向西擴展，大量移民不斷向西部遷移，農業同貿易迅速發展。同時，聯邦政府嘅權力逐漸加強，各州喺國家體制入面嘅地位亦慢慢穩定落嚟。19世紀20到30年代，傑克遜民主興起，普通白人男性獲得咗更多政治權利，民主參與度有所提升，但印第安人同黑人依然被排除喺外。1846年至1848年，美國同墨西哥爆發戰爭，最後美國勝出，攞到咗包括加利福尼亞喺內嘅西南地區。呢段時間，美國唔單止喺領土上不斷擴大，亦喺政治制度上逐步成型，但同時亦為後來南北矛盾同內戰埋下咗隱患。1848至1877年，美國經歷咗內戰同重建呢段好關鍵嘅歷史時期。19世紀中期，北方工業發展好快，
而南方主要靠種植園經濟同奴隸制度，雙方喺經濟利益、州權同是否廢除奴隸制等問題上矛盾越嚟越深。1861年，南方 D 州宣布脫離聯邦，美國內戰正式爆發，戰爭持續咗4年，最終北方勝出，不單止維護咗國家統一，仲喺法律上廢咗奴隸制度。內戰結束後，美國進入重建時期，聯邦政府一方面幫助南方恢復經濟，重新接納南方各州，另一方面透過憲法修正案，試圖保障黑人獲得公民權利。不過，南方白人強烈反對，種族歧視同暴力事件不斷出現，重建效果並唔理想。到1877年，聯邦軍隊撤出南方，重建宣告結束，美國實現咗統一，但種族問題卻長期遺留下嚟。1877至1914年係美國快速工業化同逐步崛起嘅重要時期。內戰同重建結束後，美國社會相對穩定，為經濟發展創造咗條件。呢段時期，鐵路迅速鋪設，把全國各地連起嚟，促進咗商品流通同市場擴大。鋼鐵、石油、電力等新興工業發展好快。洛克菲勒、卡內基等大企業家出現，美國逐漸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強國。同時，大量歐洲移民進入美國，為工廠提供咗平價勞動力，亦推動咗城市化進程。不過，工業化都帶嚟唔少問題，例如貧富差距擴大、工人工作條件惡劣，引發咗多次工人罷工同社會矛盾。對外方面，美國開始向海外擴張，加強國際影響力。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，美國已經成為世界重要嘅經濟同工業強國。1914至1945年，美國經歷咗世界大戰同大蕭條嘅巨大衝擊。呢段時間開始嘅時候，一戰喺歐洲爆發，美國最初保持中立，但隨住形勢轉變，1917年加入協約國參戰。一戰結束後，美國經濟實力明顯增強，國際地位上升。20世紀20年代，美國經濟一度繁榮，被稱為爵士時代，但好景唔長。1929年股市崩盤，引發咗嚴重嘅大蕭條，大量工人失業，銀行倒閉，社會問題加劇。為咗應對危機，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，透過政府干預嚟恢復經濟同穩定社會。1941年，日本偷襲珍珠港，美國正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。戰爭促進咗工業生產同就業，美國喺戰後成為世界最強大嘅國家之一。1945至1991年係美國處於冷戰格局下嘅重要歷史階段。二戰結束之後，美國同蘇聯成為世界上最強嘅兩個國家，但由於意識形態同國家利益唔同，雙方長期處於對立狀態。美國提出壓制戰略，透過北約、馬歇爾計劃等方式嚟限制蘇聯嘅擴張。冷戰期間，雙方雖然冇直接爆發全面戰爭，但喺朝鮮戰爭、越南戰爭等地區衝突中多次交手，同時仲展開咗核軍備競賽同太空競賽。喺國內，美國一方面經濟持續發展，另一方面亦出現咗反共浪潮同社會緊張。20世紀60年代，民權運動興起，推動咗黑人爭取平等權利。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，隨住蘇聯改革同國際形勢變化，冷戰逐漸走向結束。1991年蘇聯解體，冷戰正式終結。1991年冷戰結束後，美國進入當代發展階段，成為世界上唯一嘅超級大國。20世紀90年代，美國經濟喺資訊科技推動下快速發展，互聯網產業興起，社會整體較為繁榮。但進入21世紀後，美國亦面臨新嘅挑戰。2001年911事件對美國造成巨大衝擊，美國隨後發動反恐戰爭，長期介入中東事務。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，暴露出美國經濟體系中嘅唔少問題，普通民眾生活受到影響。喺國內，貧富差距、種族問題同政治分歧逐漸加深，社會矛盾更加明顯。近年嚟，美國喺全球事務中仍然有好大影響，但同時都要應對國際競爭加劇同內部問題增加嘅局面。當代美國既保持住強大嘅綜合實力，又面對住前所未有嘅壓力同調整。